好多公司失敗，其實唔係因為唔夠努力，而係因為太貪心。尤其大型企業最容易犯一個錯，什麼市場都想吃。例如航空公司，當佢哋制定發展策略時，通常第一個問題就係，到底做客運定做貨運？大部分公司答案都係兩樣都做，因為覺得反正飛機有空位，不如順便運貨。之後又會諗，飛商務城市定旅遊勝地？答案依然係全部都飛。再之後，做國內線定國際線？答案仲係兩邊都做。最後頭等艙、商務艙、經濟艙全部都想兼顧，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市場越大越安全。但偏偏美國西南航空公司完全反其道而行，佢哋唔追求什麼都做，反而極度專注。例如只用二線機場，降低成本，全公司只用同一型號飛機，專做短途航班，簡化服務，唔提供飛機餐，票價壓到極低。當年好多人笑佢哋眼光太窄，格局太細。但結果呢？當好多大型航空公司因為成本過高、管理複雜而虧損甚至破產時，西南航空反而靠住超高營運效率，長年保持盈利。真正厲害嘅地方，其實唔係佢做得比別人多，而係佢知道自己應該放棄什麼。因為人生最大誤區之一，就係以為做得越多，就一定越成功。但現實往往相反，當你什麼都想做，最後通常每樣都做唔到極致。而真正頂尖嘅人，往往只專注一件事，然後將嗰件事做到無可取代。簡單行銷裏面有句說話好值得記住：不要期待所有人都成為你的客戶。人生都一樣，你唔需要討好所有人，唔需要樣樣都厲害，更加唔需要每條路都行。真正重要嘅係你有冇找到自己最擅長、最適合嘅方向，然後全力做到極致。因為當你開始聚焦，你先真正開始變強。